Hello，大家好，我係 Danny。今日同大家分享下一個漂髮嘅 video 啊。呢個版本就好簡單嘅啫。因為想試下隻新漂粉即係改良咗啲漂粉。順便揾個 model 試下。順便拍條片 share 下啲漂髮啦。我哋近年我哋比較中意教咧，都係一啲比較 salon 用得着嘅，即係我哋叫 salon 版本啦。因為其實整頭髮咧，有時有教書版本，有時係 salon 版本。教書版本通常就係一啲非常完美嘅，完美到有時可能你喺 salon 咧就過分完美，未必會用得着。即係譬如可能漂個頭要10個鐘、8個鐘，淨係漂頭上色咁，漂到好完美。我自己就有時喺 salon 咧，未必會用教書版嗰啲技術，因為時間太長。所以我哋亦都會有一啲我哋叫 salon 版，即係我哋主要用客人自己喺 salon 做嘢嗰個時間為一個基準啦，品質為一個基準啦。當然亦都唔係話亂咁做嘅，只不過就係話你用10個鐘漂個頭可能100分，我哋用 salon 版本可能盡量希望壓到落3-4個鐘，但係都有99分嘅效果咯。所以多啲選擇俾唔同嘅朋友有唔同嘅需要。今次簡單啦。阿姨點咧重新出咗個漂粉啦，我哋加入咗一啲高嶺土嘅成分啦。等佢再更加穩定啲啦，漂得比較盡量平均啲咧。大家知道漂粉最緊要係平均啦，即係唔好發熱啊咁樣。呢啲問題通常都解決晒㗎啦。而家我哋今次試下呢包新嘅漂粉。今次講到明係 salon 版本，所以咧你會見到我哋呢個 model 啦，我同事啦 Marco 剪短咗啦。呢頭基本上要漂白色咧，基本上冇乜難度嘅，因為原生髮啦又短啦，好簡單，好容易就做到。俾一啲你如果係成日漂一啲短頭髮，成日都會剪短，唔會特別留長咧。咁其實就可以用一啲暴力少少嘅方法。我哋今次示範一個暴力啲啲嘅方法去漂個頭。全頭9% 咧漂粉啦，會油晒上個頭度啦。基本上咧，你由髮根開始油落個髮尾度都得㗎啦，或者留少少髮根之後再執都得。我哋今次一次過會油晒嘅。你會見到啦，其實漂頭髮我自己覺得最緊要咧就係油頭。講真，嗰個漂粉，當然漂粉有分去人工色好啲，去天然色好啲，有唔同嘅漂粉啦。有快啲，有慢啲，有少少關係。我自己比較偏向中意用一啲8.5度嘅漂粉，未屬於去到最勁嗰啲，可能係9度啦。我比較中意用次一級嘅，即係慢1級。8.5度嘅漂粉，寧願高少少 peroxide 9% 啦。呢啲原生髮都唔需要用3同6㗎啦。總之就9% 油晒落去。我哋會油完之後咧，會控溫，我哋會加溫，將個溫度咧保持住喺一個適當嘅溫度，盡量都唔好太凍。我唔會喺冷氣機底漂頭嘅，一定有影響㗎啦。但係我哋亦都唔會話外來加熱，因為嗰啲又唔係太勻循，即係用 whirlpool 呢啲加熱嘅機咧，我哋亦都覺得唔係太勻循。有個方法比較好啦，你咁短頭髮咧都好識用嘅，就包起佢啦，跟住攞個錫紙再封住成個頭，等佢有一個頭髮入面咧有一個比較恆常嘅溫度去漂啦，一來會快啲啦。今次係暴力啲嘅版本啊嘛，所以我哋追求要快。呢頭我哋希望由油開始到完成晒上色咧，希望3個鐘裏面搞掂。今次條片係3個鐘做好嘅你個頭，所以放心，你哋翻去試下。基本上都好快可以完成。你見到我哋啦，漂完第一次啦，我哋會將4號啦 Extreme 一個4號呢個講過好緊要嘅呢個 treatment，噴一邊噴就一邊梳就啲漂粉，等個頭髮咧吸收到呢個4號 treatment，等佢唔好過度膨脹，收翻緊啲頭髮，當沖水得㗎啦，唔使特登走去沖水，因為一來浪費時間。我哋會容易梳走晒啲漂粉啦，重新搽第2碗落去，呢度 total 係擺幾耐咧？20分鐘啫，擺20分鐘就夠㗎啦。
通常第一 round 嘅票份咧，唔需要擺太耐。我哋寓意即係想等佢啲頭髮咧個棱角表層打開，推淺咗少少色。咁基本上頭一 round 嘅票份咧，最多30分鐘嘅，我哋唔要噶啦，咁啊梳走佢，即刻由第二次。咁中國嘅票份咧有個特色嘅，我自己覺得，佢近年咧我用過都幾多牌子，咁佢哋相對會調得相對比較溫柔啲嘅，而家溫和啲嘅票份。咁所以你見票第一次咧，冇日本票份咁慢嘅有時，咁但係唔緊要，通常票第二次就好清噶啦，咁啊所以用得呢種票份咧就預咗要游多次，咁啊通常票頭都要游2次嘅啦，而家基本上，咁我哋刮走啲票份啦，咁啊再補第二次嘅9% 落去啦，咁啊一樣啦去游勻暢晒之後咧，我哋會分翻個 session 啦，落翻紙啦，你見我今次就會鋪張錫紙啦，即係再控制住個溫度啦，等佢唔好太過凍啦咁樣，咁跟住再包翻頭就得㗎啦。你見我分 session 咧都唔需要太過薄，你只要游得夠就得㗎啦。咁啊，游票粉呢啲咁短原生法咧，我哋都會選擇一種叫堆，咁啊堆啲票粉比較敷啲嘅票粉游得，就唔好太薄。咁就算第2 round、第3 round，我哋都相對比較敷啲。咁啊，包錫紙啦，咁樣跟住就包住個頭。咁今次咧就可以擺好耐啦。咁啊9個字至1個鐘，咁你自己去 check 啦。咁好啦，我哋而家時間到啦，大概擺咗1個鐘啦，我哋去 check 你會見到啦。佢冇第一次咧咁黃㗎啦，忽然間就可以 build up 到上去一個大概9度嘅底色咧。咁呢個就係IE 票份嗰個用處啦。通常票第2彎咧就去得好快㗎，所以第一彎唔需要嘥太多時間去擺。咁啊游完之後，唔理佢第一彎係變咗啲淺啡色又好，金黃色都好啦，唔緊要。咁總之就噴個出紋梳走啲票粉，第二次認認真真再漂一次，咁啊間好 session 包頭再擺9個字，即係嗰種基本上8.5度至9度咧都唔會太辣，最緊要控制住就係勻長啲啦。咁啊今次2個人漂咯，我哋咁啊可以咪2個人漂咯，就會快啲嘅。咁雖然咁短頭髮咧都唔會快得好多，但係快啲就係快啲啦。咁但係2個人漂有陣時要留意下啦。咁2對手會唔會係2個人咧？始終會唔會有唔勻長嘅跡象？因為我哋今次做白色比較特別啲嘅，我近年做白色好少用染劑，通常都係借助Otaki 嗰支洗頭水，因為呢支洗頭水太好用，我覺得。咁我沖水啦，沖完水之後，你會見到我哋用 Otaki 嘅洗頭水咧，就唔係喺個盤度洗佢，而係成支洗頭水當 color 咁游上去。游晒上去，唔好攪佢，唔好出到氣泡，由佢噏10至15分鐘，就等佢嗰個洗頭水咧，將剩低嘅黃咧都消滅埋，咁啊產生一個米白色或者白色。咁佢有時會係Pentium Blonde 嗰種啦，咁啊未去到全白嘅，咁米白色咁咯。咁其實嗰色我都好中意。咁呢個視乎你漂到咩程度。咁有時你漂完之後係米白色，你覺得未夠嘅，咁咪再開多個票粉3%、6%再漂多次都得。咁啊呢個隨你。咁啊我哋覺得有時做 salon 做客，其實啲客話要白色咧，通常去到米白色咧，佢哋就已經其實好夠，佢哋係要米白色多過要一個純白色，咁都爭幾遠㗎嚇。米白色如果你要去到白色咧，一定要再漂㗎啦。咁啊嗰度都會又嘥多一陣時間，咁所以有時我哋都會同啲客溝通，究竟係要米白色定係白色。咁所以通常我哋做到米白色咧，會俾個客望望，吹乾晒。咁其實滿意之後咧，就完成㗎啦，未必一定要將佢做白色。咁啊睇下個 result 啦，你見到 result 啦。非常之乾淨嘅一個白色咧，Otaki 嘅洗頭水咧有個好強嘅特點，我自己覺得就係佢唔會變紫，亦都唔會變藍綠，唔會有呢樣嘢嘅。佢通常就係你漂唔夠咧，佢變咗啲米金色啦，都叫乾淨嘅，但係仲有啲黃。咁你係漂得夠咧，佢就會產生呢一種白色又好，米白色又好啦，咁就會產生呢個顏色。咁用呢啲方法去做，同我傳統去染有咩分別咧？有陣時染咧會有個問題。當我哋去漂好之後上色，其實好多時咧
漂完冇乜事，反而染嘅過程咧，嗰條頭髮會受到一個比較大嘅傷害。咁我哋知道染劑係有個鹼性喺度，咁變到有陣時我而家完全唔想用 chemical， 咁所以咧我寧願喺漂嗰度咧花多啲時間心機做好啲，咁跟住就透過支洗頭水去染上去，即係我哋用洗頭水去洗一個白色出嚟。咁另外一個好處就係啲客咧基本上跟翻住呢個，因為呢個色係由呢支洗頭水而整出嚟。咁所以個客咧基本上跟住呢一支洗頭水咧，佢打後嗰1-2個月 keep 住係咁樣做，大概我諗每一個禮拜或者5日啦，個客自己咁樣嗡翻住個頭，嗡5至10分鐘啦喺洗手間，基本上沖水咧個頭又白翻晒㗎啦，咁基本上就唔會出現變黃呢個問題，而個客亦都非常之好打理，因為有時我哋染咧染完頭先講過會有個髮質受損呢個風險啦，另外一個就係你染完。好多時其實一陣間佢可能都係會黃翻，咁其實個客要maintain都可能真係用一啲洗頭水去maintain，咁所以揀洗頭水嗰度比較重要，千祈唔好揀啲 pigment 濃。你越漂得乾淨，你揩到洗頭水會變灰變紫咧，呢啲就係太重 pigment，咁盡量都唔好用呢啲洗頭水，用啲比較相對乾淨啲。咁啊，我睇其呢支洗頭水真係我暫時手頭上我有4-5個牌子嘅洗頭水，真係得呢一個可以做到呢個效果，所以我自己染白咧就一定係推薦我睇其呢支洗頭水，咁啊非常之正嘅一個洗頭水。咁我哋下一次再分享另外一啲唔同嘅操作嘅 case 俾大家睇下，拜拜。